这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被中共任意监禁的西藏知名作家果西热嘉措健康状况不佳；鲁霍县最新消息，3名朝圣藏人在鲁霍县遭中共当局拘捕。嘎夏感谢日本超级僧家协会谴责中国在西藏拆毁寺院的行为。议长康波索南丹培参加第4世多智钦仁波切的荼毗大典。德国联邦议会支持西藏小组召开新一届议会的第1次会议。澳洲议员祝贺乌兹拉·泽雅女士被任命为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驻北美代表郎杰曲珠会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拉沙德·侯赛因。日内瓦藏人社区举行抗议活动，反对中国持续占领西藏。驻台湾办事处代表格桑坚参拜会台湾各界政要。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因长期维护藏传佛教和西藏文化及和平表达观点，多次入狱，并且在2021年末被中国政府指控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10年有期徒刑的西藏安多阿坝著名僧人作家果西热嘉措，近日传出在中共监狱服刑期间遭到殴打和一系列的酷刑虐待，导致健康状况恶化的消息。果西热嘉措因上世纪80年代遭中共关押后染上了慢性肺部疾病，2020年再次遭捕后，致使他无法及时就医，并且在狱中缺乏适当的食物和医疗必需品，再加上遭到狱警的殴打和一系列的酷刑虐待，导致他的病情开始加重。中国政府于2020年10月26号在成都秘密逮捕了正在就医的果西热嘉措。2021年12月被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10年有期徒刑。目前果西热嘉措被关押在拉萨的曲水监狱。另外，根据可靠消息来源，西藏昌都地区的3名藏人朝圣者于今年1月再从色达5名佛学院朝圣返回昌都，途经鲁霍县时，被当地警方指控在他们的手机上发现政治敏感信息而被捕。据了解，3名遭捕藏人分别为一名叫诺措的藏人妇女，以及名叫阿桑和多塔的2名藏人男子，均为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察牙县人士。他们被鲁霍县警方拦截检查时，警方在检查他们的手机时声称发现政治敏感信息，随即拘捕上述3名藏人。当地警方在审讯3名藏人时，指控他们在手机中保存了近期遭当局强拆的鲁霍县甘丹热登囊杰林寺30英尺高的弥勒佛像等的照片和视频。目前，上述3名藏人被关押在昌都市公安局。消息来源还证实，鲁霍县甘丹热登囊杰林寺的僧人扎西多杰也在今年1月初遭捕。当局指控他向境外发送有关鲁霍县的最新状况等信息。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一2月14号致函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感谢他们在通过谴责中国侵犯人权的决议方面所做的努力。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女士和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卓玛次仁女士也在上周六2月12号参加了由日本支持西藏团体举办的视讯会议。期间，部长诺增卓玛女士和副议长卓玛次仁女士
相续感谢日本国会通过的决议。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嘎夏也在上周五2月11号致函感谢日本支持西藏团体超级僧伽协会声援在中国暴政下遭受苦难的西藏人，特别谴责中国政府在西藏康区卢霍县进行的一系列拆毁佛像事件。另外，由于藏传佛教尼玛派主要传承人之一，著名的大圆满行者第4世多智钦仁波切于1月26号在印度西金邦境内圆寂。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于近日访问了仁波切在西京的寺院，向其信徒和弟子表达慰问和悼念，并参加了多智钦仁波切的荼毗大典。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受到了西金邦政府官员、当地藏人社区官员和非政府组织成员的欢迎。在访问西京期间，议长参访了南迦巴瓦藏学研究所，并参观了该研究所展示的古老佛像、唐卡和其他宗教物品。此外，德国联邦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于上周四2月10号召开了第20届议会任期的第1次理事会议。会议选出议员迈克尔·布兰德为该小组主席，议员玛利亚·克莱因施麦克、议员彼得·海特和议员纳加·海德莫当选为该小组的联合主席。新当选的主席迈克尔·布兰德议员在会议上重申将继续推进西藏问题相关的议程，并宣布在德国联邦议会为西藏和藏人制定明确的政治倡议。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的2位主席，澳大利亚议员沃伦德克先生和苏珊·丹普尔麦女士也于上周四致函美国副助理国务卿乌兹拉·泽亚女士，祝贺她被拜登总统任命为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并呼吁在西藏问题上共同协作，努力解决藏中冲突。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郎杰曲柱博士于本周2月15号会见了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拉沙德·侯赛因先生和工作人员艾利克斯·霍格女士。在会晤期间，代表郎杰曲柱博士感谢拉沙德·侯赛因大使对西藏宗教自由的支持，并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对互利双赢的中间道路政策的坚定承诺，以及当前西藏境内不断恶化的局势。侯赛因大使重申，他将继续支持西藏境内的宗教自由，并希望与驻北美办事处密切合作，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觐见达赖喇嘛尊者。与此同时，驻北美办事处代表郎杰曲柱博士和秘书长扎西顿珠先生、国际声援西藏临时主任布琼次仁先生和临时副主任丹曲嘉措女士于上周四2月10号通过视讯与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了会议。当天的会议重点讨论了上述问题的具体实施计划，以及寻求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反馈和支持。这也是美国国会通过的2020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的一部分。另外，在1913年2月13号，第13世达赖喇嘛尊者发布西藏独立宣言的第109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位于瑞士日内瓦的藏人社区当天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办公室前举行静坐抗议活动。参加活动的藏人在活动上展示西藏国旗和描述西藏严峻局势的大型横幅，向国际社会介绍西藏在历史上独立的事实，并且抗议中国持续非法占领西藏，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以西藏在历史上独立的事实和中国统治下西藏人民的现状来反击北京的虚假宣传。最后来关注几则来自台湾的消息。
台湾文化部下属的蒙藏文化中心新任主任高玉珍女士及相关工作人员于上周五2月11号上午对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并与驻台代表格藏坚参先生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在会晤期间，代表格藏坚参介绍了在台湾文化部下属的蒙藏文化中心成立后双方关系的改善，并呼吁蒙藏文化中心在举办有关西藏的活动时与驻台湾办事处合作。与此同时，由独立出版联盟等团体于上周三2月9号在台北松山文创园区2号仓库举办主题为2022独自公民书展正式开幕。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下属的雪域出版社社长赖玉宁女士和西藏的天空季刊主编卢慧娟女士也从2月9号至14号参加了本次主题为2022独自公民书展，以及参加该书展的系列讨论及讲座活动。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格藏坚参先生于本周三2月16号拜访了台湾文化部部长李永德先生、台湾蒙藏文化中心的新任和前任副主任、驻台湾办事处秘书长索朗多杰及雪域出版社社长赖玉宁女士陪同拜访。在拜访期间，代表格藏坚参介绍了文化部下属蒙藏文化中心与驻台湾办事处之间建立的直接的交流渠道和当前的关系，以及双方在未来的合作等问题。秘书长索朗多杰先生对时任高雄副市长李永德先生在2009年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台湾时精心组织接待工作表达由衷的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